test， 喂喂。
2号的手麦。
主啊，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，伫列邦的中间唱歌阿罗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，你的诚实到穹苍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搬过遮的天，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。吟诗圣诗第207首，圣诗第207首。这是光明的日，请会众起立。这时，咱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，请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2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你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会众请坐。启应交托启应文第33篇，启应文第33篇。我来刻，请大家来印。恁救棍要将一罪比拼上帝，恁业目看顶面，照数目带遐的万军出来，因为伊的大权能、大溃力。雅各啊，你啥事讲？我的道路稳捌伫耶和华。你敢毋知吗？你敢袂听见吗？伊无野也无神。亚仙下，伊互伊能力；少年的也要要神，勇壮的人也要跋倒。伊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。祈祷。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赏赐阮这个主日，互阮通离开无闲，安静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
你是生命的源头，是赐愿望的主。主啊，阮的人生有时亲像木盒内面，心内有担担，有惊吓，有讲袂出的痛苦。当阮看无出路、失去愿望的时，求你用温柔的声呼唤阮，互阮听见你的声。求你搬开阮心门迄粒石头，除去毋信、忧闷甲黑暗，互阮相信，伫你无所不能，生命永远有新的开始。愿你透过今仔日的崇拜，对阮讲话，互阮的心更新阮的生命，互忧伤的得到安慰，野生的得力量，失望的重新得到希望。当阮离开这个所在，愿阮的心充满你国外的光，确信你悠远伫阮中间做工，带领阮行往新的道路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俄罗圣歌对献诗所献的诗是透早的诗。
恭读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圣经伫个新约翰福音11章38节到44节，约翰福音11章38节到44节。伫周报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做伙来看。耶稣搁切心到梦内，即个梦是石洞，有一块石塌下地。耶稣讲：刷开即个石，死人的姊妹马大甲伊讲：主啊，打草啦，已经死4日啦。耶稣甲伊讲：我竟无甲你讲，你若信，会看见上帝的荣光吗？因就刷开迄个石头，耶稣夜目天讲：天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我知你常常听我，都我讲，安尼是为着周围伫徛的众人，互因信你找我。讲煞就大声嗷叫讲：拉撒路出来！死人就出来。手骹查甫，面包菌。耶稣甲因讲：头开，互伊行。讲道姊妹牧师讲道的题目是：国家有胖茫吗？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你敢插管也认捌阮，阮坐落去，迄才是爬起来。主你拢知，主阮常常会拄着黑暗伫四边，要夜砍我，要将阮拖入迄个无望的陷阱。恳求主你怜悯阮，也伸你的圣手来引带阮，用你的正手来扶持阮，互阮的一生拢会当踮伫主你的疼。愿恳求仰望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前几工牧师陪我的查某囝去病院，就是带伊的细囝要来去主有风社。主有风社的时阵，伊也顺续回诊，因为伊也满月啊。伊回诊的时阵吼，拄好伫伊头前有一个少年的真少年的女性的患者。年岁应该含伊讲年岁含伊差不多，总伊伫咧边仔等嘛吼，伊就听到迄个女性的患者和医生伫对话中间，伊知影这位女性的患者虽望真少年，真少年，总是已经进入更年期啊，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，这位女性患者她已经进入更年期。意思是，伊无法度搁怀孕生囝。对这位女性来讲，未来减夭有望。结婚生囝这项代志，对过去到现在，一位妇生人所受到的压力，实在是真大。只要是愿意要生囝，却无法度怀孕的人，大家头一个反应一直拢是这个某的问题。以前拢嘛安尼嘛，吼，所以有的迄个翁会当带过来，就是无就是伊的某无法度生囝，搁带一个，搁生袂出来查甫的，搁带一个，一直在带，吼，古早无拢安尼。好佳在现今医学进步，即种压迫妇女的观念已经受到拍破，特别到底要生特别是另外有一项代志，就是要生查甫还是查某，常常嘛，互女性受到真大的迫害啊！其实咱现在拢知影，要生查甫还是查某，主要是老爸才会当决定，因为只有父亲体内的染色体会当决定到底是查甫还是查某。毋过，久久以来，却是女性爱承受这的痛苦，生袂出查甫的母亲，常常受到看轻。到一个程度，伊实在伊会问家己讲，伊伫咧生个查某的，搁生一个也查某的，一直咧生一个搁是查某的，伊嫌
有愿望。为什么一定爱安怎才是有愿望？为什么万一若是安怎就完全无愿望？其实咱的人生就是不断地做选择。如果要有机会通好选，人生迄只是彩色的。总是如果连选的机会都无的时，只会当接受事实的这个时阵，通常会互咱感觉真绝望。亲像迄位拄则所讲的，伫病院看医生，迄位还真少年，却已经受宣判，你已经无法度怀孕生囝的迄位女性的患者，面对一出世无偌久的婴儿，咱教会对旧年底到过年连续4个出世，咱有愿望，看到幼婴仔，咱就有愿望的。总是咱的经验也甲咱讲，因为咱的经验甲咱讲，有愿望是因为囡仔会渐渐大汉，健康大汉。总是咱人的一生袂一直停伫遐，我们不会一直停留在出生婴儿的那个阶段。当咱满心期待这个囝会长大成人的过程结束，这个细囝也开始要面对各种的病痛，到伫幼稚园就开始一大堆的破病，啥物拢有啊。面对可能会发生的伤害，然后伊的肉体嘛会亲像咱安尼渐渐衰微，甚至毋是在当时死亡会临到伊。咱拢知影，生老病死是人一生一定会经历的过程。毋过是安怎，定定到伫一个坎站，咱无法度通接受。这个代志毋是应该真正常、真事实吗？只要是人拢会拄着，总是拄着的时阵，咱无法度接受，咱操烦、忧伤、痛苦，甚至无愿望。今仔日咱就借着约翰福音内底对拿撒勒这个人的记载，来思考，当咱面对生老病死的时阵，咱就要安怎来备办心啦？咱要安怎来准备？咱大心先来回顾，这个月以来，咱在读约翰福音的时阵，咱的读经的进度。伫过年迄当阵，就有讲到约翰福音，一开始就讲，道伫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伫地，道就是上帝，大家应该要有印象。佮讲，道成的肉体，耶稣是生命的源头，是世界的光。伫伊的内面无有黑暗。接续伫第2章，为第2章读到第9章，就用耶稣伫迦纳所行的神迹，佮有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伫3更半暝去拜访耶稣，佮有讲到撒玛利亚妇人人的信心，佮有伫毕士大医好一位破病38年的人。搁来，搁有五饼5块饼2尾鱼的生者，搁医好一位一出世就青面的人。这么多的奇妙的作为，咱看实在是足兴奋的。这么奇妙的作为，拢在见证第1章所讲的耶稣确实就是迄位道成的肉体，甲爸上帝三甲伫地生命的源头。伫约翰福音的记载，互咱深深感受到，在伫咱人所画的，总是在伫上帝，伊凡事拢画。毋过，当咱开始进入11章的时阵，我毋知大家有一个感受无？有一种踢伫咧，好像吃东西互塞住安尼踢掉的迄种感受。第11章记载，有一家人就是马大、玛利亚甲拿撒勒这家人。这个人呢，甲耶稣的关系真好。有一天，拿撒勒破病，这个病讲毋是一般的感冒，这个病呢真严重，所以拿撒勒伊的阿姊就赶紧找人去叫耶稣，找耶稣紧来哦，紧来甲因看一下，甲因祈祷一下。
照讲吼，关系遮尔好的相平，耶稣一听到拿撒勒破病，阁是重病，会赶紧去袂？照讲应该会啊，照讲应该会赶紧去啊。总是，互咱感觉真奇怪的所在，就是耶稣一听到即个消息，竟然无要袂紧，阁伫遐乱说，吼就伫遐。当前耶稣毋是乱说啦，总是赶紧的人伫边仔看的时候就讲：耶稣你莫阁说啊，迄代志拢无重要啦，这代志也无重要啦，我的代志较重要，因为我这吼足急的啦吼。迄个足急的人看到耶稣伫遐乱说，就伫耶稣安尼袂晓袂紧在乱说的这个过程，拿撒勒就死啊。如果是现今的牧师，你若敲电话来，牧师啊，我某某人会安怎会破病足严重，你赶紧来病院甲伊看，甲伊祈祷。牧师若安尼乱说，袂到位，就过身，就安息。这牧师一定互骂甲臭头，敢毋是吗？总是因为耶稣过去和即家口仔的人拢有真好的关系。所以，当耶稣赶到因遐的时阵，马大甲玛利亚、约翰有表现着应该爱有的礼貌，就讲，伊毋是安尼讲耶稣，你哪会遮尔晚才来啦？实在是伊毋是安尼即种口气啦。伊讲列比啊，老师啊，如果你若会当较早到位我的小弟为阮的小弟祈祷，伊一定袂死啊。迄当阵有四周围嘛，有做伙甲因共悲伤的人，也开始咧议论啊，就讲嘿啊，伊就会当医好遐痴迷的人，会当医好迄个破病38年的人，哪会毋较早来的啊？较早来，拿撒勒一定袂死。明明伊就会当的是，哪会即种的结局？哪会毋较早来的？今仔日咧经文38节讲，耶稣。佮切心，伊足切心的，就是足悲伤的。伊的悲伤一直，就是伊一到位的时阵，看到迄群人遮尔悲伤，伊嘛感觉足悲伤的。佮看到遮个人的遮个反应，伊佮足切心的。到伫亡灵，等大家斗去亡灵的时阵，大家拢在啼哭。总是这个切心这个切心伫原文有一个意思，这个切心呢，毋那是伫耶稣在他人性上，他感到悲伤，伊和哀伤的人做伙哀伤。总是耶稣嘛是上帝嘛，伊嘛是一位真正的神，在耶稣的神性上，隐藏了他的愤怒跟失望。他表现出来跟大家一起哀伤，但是在他的心里呢，其实是有一些失望跟愤怒的。这个原文有这种的意思的感受。耶稣的悲伤是在伫众人拢失落愿望，是在伫众人所愿望所追求的，永远是遐的，只有是遐肉体会当得到满足的性质。譬如讲拄则所讲的病得到医治，痴迷会看见。5块饼2尾鱼会当互人食饱有剩的心情。众人所关心注意的，并毋是耶稣要享受的永远我，毋是耶稣要享受的迄个活水，毋是永远，也毋是永远的活命。耶稣的心情无人知，总是咱人的心情，众人的心所想的，耶稣拢知。当因一群人到伫拿撒勒的墓前的时阵，耶稣爱因将踢伫咧墓头前的地石来刷开，人就死啊！是大好势啊！耶稣是伫咧想啥物咧？一切拢着做的，拢做了啊！这项代志就已经安尼过去啊！耶稣，你即马是咧叫人将墓前的迄石头刷开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你要做啥物？所以马大就连面就讲：拉比啊，我的小弟已经死4天啊，已经臭啦，身躯已经臭啦。
这时耶稣却对马大讲，就是今仔日的经文40到42有讲，你若信，就会看见上帝阳光。然后耶稣举目往天讲：爸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我知你定定听我，独我安尼讲，是为着周围伫徛的众人，互因信你找我。咱40、20过来读一摆，做伙来读一摆。40、20来请。我知你定定听我，独我讲安尼，是要为着周围伫徛的众人，互因信你找我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到底是为着什么人感觉哀伤？是为着已经安息的拿撒勒吗？其实毋是，因为伊知影拿撒勒已经摕到，伊已经得到永远我。拿撒勒甲伊的关系真好。伫圣经内面有记载，即家口仔人和耶稣的关系真好，所以耶稣知影伊已经得到永远我，所以无必要靠甲安尼。耶稣是为着徛伫四周围的人啊！耶稣是为着徛伫四周围的人，耶稣对因所表现出来的绝望，感觉悲哀，甚至淡薄仔生气，因为因定定甲耶稣做伙，拢竟然拢毋知影耶稣所讲、所要传的到底重点是甚物。咱只是来想象一个画面，拿撒勒已经完成，拿撒勒即马已经完成伊一生的使命。伊相信耶稣，伊甲耶稣的关系真好，是耶稣所听的人。伊完成一生的使命，已经尽伊所着跑走的路站，安稳进入永远我。总是有一群人，却因为伊的死亡哀伤啼哭，亲像无望的人。这个画面大家小想象一下。为着这群失落望的人，天父上帝听了耶稣的祈祷，允准耶稣将拿撒勒对永远活的迄个路园，搁一摆带倒转到伫世间。意思就是，就伫拿撒勒当在准备要倒伫天父上帝的行程的时阵，耶稣对拿撒勒讲：歹势啦，歹势，即马因为外口有一群人哀伤啼哭你小等一下，你较莫倒诶，歹势，为着你遐的失落望的亲人朋友你搁转来一下，你搁倒转去，互迄个伫迄个肉体会渐渐衰微，搁继续会破病的迄个世间，搁加大淡薄啊，再多待一会。兄弟姊妹，若是安尼耶稣互拿撒勒对死搁活，减真正是咱所要看的形象。迄若是我已经死啊，我安息，我要准备要倒伫天父的怀抱，享受永远我的福气的时阵，向要叫醒，搁甲我捡倒转去，搁要煮食，搁要洗衫，搁要撸涂骹，有诶无诶。对拿撒勒来讲，敢是一个真好诶消息吗？当然上帝作为袂拢共款，伊也袂互每一个伊所听诶人拢亲像拿撒勒安尼对死搁活，因为伫基督内面死诶人已经进入永远我。对上帝来看，遐个人确实毋是死，是伫困啊尔。所以上帝所看入的是伫遐徛伫四周围人伫徛诶人，因的心减有仰望。耶稣知咱有偌侪信心面对咱的哀伤，有偌大的仰望会当将家己的十字架搁拍起来，继续跟缀耶稣。咱毋知，咱
咱毋知伊的计划，咱也毋知伊的安排，甚至咱也毋知影咱到底有偌大的信心、勇气，会当面对遮的。侪时阵，咱其实毋是真了解家己。有时啊，咱的潜能发挥吼，上帝所赏赐的信心甲气力，是咱所想象袂到的。有时咱碰到一项代志，可能感觉啊，走投无路啊，惨啊死啊。但是信上帝的人，应该爱有愿望。总是有一寡无信上帝的人，啊，袂信上帝的人，可能就，所以即马社会侪人自杀嘛，就是感觉无望啊，头前无路啊。咱毋知影伊下伫咱心上的气力有偌济，咱也毋知伊伫咱每一个人心上的计划甲安排是啥物。总是咱若有愿望，就一定会亲像鹰鸟，搁一摆天色飞悬。对伫遐已经诚做事实，无法度改变的情形，咱所要掠调的是啥物？主若愿意，搁互咱搁有选择的机会，咱所要努力、要追求的又搁是啥物？如果已经无机会选择，就一定是无愿望吗？如果咱的目标、咱的眼光、咱所关心的，拢是家己所意爱的代志，毋是上帝国的代志，毋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，安尼就有一个真歹的消息，就是迄个会带互大家安慰、对死国外的垃圾路，伊随梦国外总是，伊犹原会死啊。他还是会死啊！伊最后，伊犹原是会死啊！只要是人，就一定会死。耶稣为着四周围的人，祈祷天父上帝所愿望的，就是遐个人通明白，因所着愿望的到底是啥物。今仔日的经文43节、44节，耶稣讲煞，伊讲遮个讲煞了后，就大声嗷叫讲：垃圾路出来！死人就出来，手、骹、十步，面也包滚。耶稣甲因讲，甲因透开，互伊行。一个正常的人，若是头搁骹手若缩白掉的，绝对无法度好好行路。何况是已经倒伫坟墓内面4天的死人。当耶稣伫咧坟墓外面叫讲垃圾路出来，垃圾路就行出来。耶稣嗷叫，垃圾路就回应。请问，垃圾路会当卖出来吗？伊是毋是会当选择？无爱啦，啊，我着要倒伫天父上帝的怀抱啊！我可要出来食忝咧。垃圾路敢会当无爱回应？应该会使，因为上帝一直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做选择。垃圾路会当选择无爱出来，伊就已经伫咧路远啊，真属是，伊就已经前伊所着跑走的路站，已经到遐。伊想讲，我所做已经到遐啦。搁要定来一摆，毋是家己找麻烦吗？何况是一个白脚白手，我的骹手拢白掉、拢缩掉的即个情形。毋过，垃圾路却愿意照安尼回应耶稣的呼召。垃圾路愿意行出坟墓的即个决定，也见证一个代志，见证即位垃圾路，伊确实是未看到进入乐园的迄个人，因为伊愿意顺服，伊愿意为着主耶稣来放弃。伊已经摕到，伊已经得到的奖赏。一个有自由、无受肉体限制、一生息安的大路的，伊的出现，会带予四周围的人的安慰，是偌尔啊大。当众人看到垃圾路对坟墓行出来的时阵，对坟墓安尼白脚白手安尼行出来，大家拢毋敢相信，因所看到到底是啥物？是看到鬼吗？
是安怎？就伫众人要反应袂过的时阵，耶稣就甲因讲，甲伊透开，互伊行。兄弟姊妹，咱敢有亲像列撒罗即款的信心，跟仰望，甲仰望。当咱有时为着一寡代志受着束缚，无论是健康，无论是各种的代志。有时咱会亲像列撒罗受到遐个物件束缚，亲像迄条裹尸布，那条缠在拉萨路身上那个布条裹尸布，甲咱对头到尾，甜甲袂顶袂动，搁互众人藏伫迄个黑暗的昏蒙，剩家己一个的时阵，咱敢还有仰望？感谢主！伫耶稣基督的团契内面，咱确实有仰望。伫咱人一生所经历的生老病死，也有侪互人感觉真切心的遐个代志，遐个委屈，遐个哀伤，遐个大生气。有时咱就亲像列撒罗，咱只会当家己一个去面对咱尔。譬如讲，你破病。牧师也无法度替换你的病痛，同款牧师破病，恁也无法度替换牧师的病痛。侪代志，定咱只有独一个人会当去面对，无有啥物人会当替换家己所拄着的遐个问题。就伫一切看起来已经无法度改变，也有仰望已经待伫个梦里内面的时阵，有时咱也顾不将。就安尼好啦，安尼就这样子了，就安尼啊！我就倒伫我的坟墓内面，无法度也无气力透开遐个颠盘咱的物件，搁较无法度对家己的梦里行出来。咱随梦，咱无法度，总是耶稣会当，因为耶稣有讲，国我甲活命是在伫我，信我的人随梦死，犹旧灭我。即款的国活，毋那是属伫某一个人，是属伫既若相信主的人。当咱听到耶稣对某物人讲：“某物人啊，对你的坟墓行出来。”兄弟姊妹，我毋知，牧师毋知大家捌看见有侪亲像列撒罗兄弟姊妹，就是安尼对死国活无？意思是。咱若亲像列撒罗，要活地的时阵，就甲主耶稣有真好的关系，也充满仰望。就算讲有拄着大逼迫的代志，一定要有气力来回应主的呼召，通互咱四周围遐因为过头哀伤、失落仰望的至亲的朋友，也通经历对死国活的圣者。其实咱教会有侪列撒罗的。牧师有看到侪兄弟姊妹受到病痛的折磨、捆绑。咱教会有很多抗癌的勇士，咱教会也有一寡中风的复健、努力复健。咱教会也有侪问题身躯侪问题的兄弟姊妹。有一寡是连医生甲现代的医学也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医生就讲啊，就和平相处吧，啊，就只有安尼，无要安怎？医生就是连医生拢无法度的一寡病痛，一直想要甲恁捆绑，互恁家己一人孤单倒伫迄个亲像坟墓的病床顶面。毋过咱也看到。因为恁的心有仰望，也因为有侪人替恁来迫切来祈祷。当恁借着耶稣对坟墓、对病床、对孤单无伴的迄个黑暗行出来，当恁搁重新徛伫众人的面头前，当恁轻看身躯的病痛，犹原要压去家己的十字架，跪底耶稣的时阵，关心主的教会。服侍主的教会，这一切拢是在荣光上帝。
这一切当咱看到这么多垃圾路对因受捆绑的迄种情形行出来的时阵，哈利路亚！一切荣光归伫主，就是伫为主做干净，也互所有因为恁所受到这的折磨、伫逼迫、伫忧伤、伫烦恼，迫切为恁祈祷的这的兄弟姊妹，因为恁的出现，咱受到鼓励，人生得到盼望。当咱面对死亡甲坟墓，面对哀伤甲绝望，盼望咱拢会当继续亲像垃圾路，借着主耶稣的疼甲怜悯，对家己的坟墓行出来，食做信仰团体的光甲盐，互基督的教会通借着咱看到真光，看到咱所着仰望的生命源头耶稣。若是安尼，规个信仰团体就一定会亲像火炭，继续为主来发光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即马当陷落伫暗坑，绝对毋通失去盼望。咱所伫意的方向若是正确，咱所伫意、咱所仰望、咱所渴慕的方向若是正确，路要安怎行拢袂要紧。方向若是有对，就算讲伫坟墓内面，也永远有国外的盼望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定定怜悯阮，听阮的祈祷，使阮有盼望，通搁一摆就近你，使阮有信心勇气，通对死亡的坟墓行出来，为你做干净。愿主赐阮降力，互阮通继续举家己的十字架，缀你来服侍主的教会，独独爱要亲近你，爱要永远甲你同徛起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回应诗，圣诗第193首，圣诗第193首。即时就就耶稣，请会众起立。呀。
请坐。奉献，请施献的当工。奉献是咱回应上帝恩典的时刻，就照家己对圣神的感动来奉献。会场请起立。请坐。公道做伙来看大道的事项。公道事项第一项，愿阮照着主耶稣的灵命甲恩典，伫基督的光充满愿望，有勇气、信心，亲像鹰鸟展翅飞悬。第二项，为着基体。陈王兰、沈淑慧、陈丽水、赖清光、黄仁和、林春枝、杨若琳、吴武龙、陈秀荣、黄世明、林以诺、杨志坚、李雅娜、陈怡君来祈祷。第三项，为众兄姐伫清明节进行追思扫墓的行程，求主保守出入平安。第四项，为中东战争，求主教伊丰盛的慈爱，互世人伫伊的疼痛中得到人民。请同心开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照着主耶稣基督的灵命甲恩典，互阮伫你的光中得到愿望。求你坚固阮的信心，赐阮勇气，互阮亲像鹰鸟，天势飞悬。
行伫你的旨意内面。主啊，阮也为教会中身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你用双手来医治，减轻因的痛苦，互因得到平安甲力量。清明节期得要来，求你保守阮伫个追思陪望的路程出入平安，互阮纪念祖先的事，也会纪念你所想事的性命甲愿望。阮也为中东的战争来祈祷，求你照丰盛的慈爱怜悯世人，停止冲突，医治破碎的所在，互和平临到万国万民。愿你继续带领阮的教会，互阮一生跟对你。即时用主祷文来祈祷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教会消息：本主日要颁发教会奖学金，请教育部余祥长老来主持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要来颁发教会奖学金。伫今年要颁发教会奖学金的时阵，我伫看迄个金额啊，哇，暴增！然后怎么会暴增？后来我忘记一件事情，因为大汉他们会长大。那因为今年国小那个哲松、子乔、易凡、千云他们都是头一摆要来领这教会奖学金。牧尘也升国中了，然后纪云也升高中了，子爱跟陈星也升大学了，所以他们这个奖学金的金额就变比较多。这嘛是好的代志啊，代表我们的教会的小朋友就是很稳定的来我们教会，一起来听主的话。那在学校他们也有好的表现，那希望大家能继续为他们代祷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颁发奖学金。我们先从大专的开始。好，我们大学是吴爱轩、林芷爱、陈欣。还没上来啊？还没来？好，那我们从高中啊，高中来了吧？余秋雨、张佑嘉、张继瑜。好，国中是张佑哲、廖一楼、黄木成。好，国小是余木光、蓝泽清、黄木琴、林永宁、廖子安、邱祖佩、蓝泽香、邱祖熙、蓝泽松、高子乔、高义凡、陈千云。好，我们大专生来了吗？大专生，大专生是都没来啊？大专生都没来，太好了，奖金就奉献给教会。不是啊。OK， 应该可以吧？好，我们来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好，我们那个老师跟校长要不要一起上来拍照一下？我们青少系的辅导校长啊，辅导辅导没上来。好，那牧师，我们请牧师继续颁发这都颁发完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拍个照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将这么宝贝的生命赏赐在我们的身边。主，谢谢你保守他们，常常在他们学习的过程当中赐给他们智慧，赐给他们聪明与勇气。也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他们的路，让他们一生所渴慕的是亲近你，让他们一生所渴慕的是敬拜你。主，让主你的话语要成为他们路上的灯，脚前的光，一生引导他们走你的道路，永不偏离。我们这样感谢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给他们鼓励，谢谢，恭喜他们。阿公、爷爷、阿公。咱搁来看教会的消息。第一项，本主日一级牧师前往永和教会支援讲台。第二项，他拄仔有颁发教会的奖学金，然后有获奖的名单，请家己来大家来看。第三条，3月29号下晡1点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注意，地点伫牧师馆。第4月3号拜五暗时7点半，台北中会中区正教会举行耶稣受难联合圣餐礼拜，伫大中庭教会。这是要纪念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，以及对世人甲极大的疼痛。第5，4月5號為國曆的烏魯禮拜，也要舉行今年第2擺的聖禮典，請要受洗、堅信禮、設立會籍的兄弟，牧師報名，請所有主內肢體有備家己心存敬畏、甲感恩，甲主同齊宴食。第6，4月5號主日愛餐後，宣道部伫1樓的交誼廳要舉辦國外節彩蛋活動，要方便同工準備材料甲完成禮物，所以請會友佇個櫃台1樓櫃台登記報名。第7，請各團契的會長將第2季學師排班甲聚會的內容，伫今仔日交予幹事整理。第8，今年第2季新眼光讀經的手冊已經寄來，會友會當伫1樓的招待桌提取。團契消息：3月28號拜六下晡3點，婦女團契聚會，知梅牧師分享。具體消息：恭喜過人節長老夫婦的查某囝郭心如姐妹，伫今仔日伫香港，甲 Dimitri 先生舉行禮拜，結婚禮拜，真恭喜！願婚禮一切的代志攏平安順利。奉獻的名冊若有錯誤漏交，請幹事甲財務同工反映。以上。上揚聖詩507首，聖詩507首，因光歸聖父上帝，請會眾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人三甲地地，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请坐，灭倒闭会。